观众朋友，大家早早，欢迎您收看11月18早起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咱要先来关心的是前 SBL 的篮球球员吴桂颖，伊是涉嫌拍假球，而且佮潜脚。检警昨起甲超牛龙落实全这个篮球队的球员宿舍，嘛约谈教练、球员，也佮有潜脚的等等的相关的人士，总共是16个人，其中有12个人拢互列入被告。检察官伫复审了后，伫昨半暝。 互两个球员是个人以30万来交保，而且佮限制自己。接着被告分两批陆续移送士林地检署复审。面对媒体的问，球员王博讲话：有没有拿假球？不会觉得对不起球队跟球迷吗？ 那打爆发假球案 ，SBL 郑主动那地这球员吴桂颖涉嫌拍假球潜脚，互检方列被告了后，风暴继续滚加，警方对早发现不止一人涉案，这次大动作约谈教练、球员，也有顶一季 MVP 郭炳湖加总冠军赛 MVP 赛内加及球员班霸。如果有一些球员是不适合涉赌或打假球，那有确认比较有明确的事证，或者司法机关有处理的话。 篮协就是清理门户。面对检警大动作，篮协希望借这机会，先互拿大一个清晰的空间。士林地检署这摆行动指挥刑事局员警去台北、新北、桃园等10个所在搜查地点后，涉案对象的徛家，也有自龙球员宿舍等，而且查扣相关证物，包含教练、现役球员、前球员、防护员，也有签假组头缴客，有16人到案，其中12人列被告。 相关的教练、球员、防护员及赌客等人，目前既有16人，包括被告12人、证人4人，陆续到案接受调查。本署将秉持勿忘勿重的态度，深入追查。法务部指出，目前除了事件经办专案以外，检警已经甲各联盟建立共同合作的防缴机制，并且处于各赛事进行脑移中，都启动侦查。 体育署这礼拜也要开建立篮球运动防缴机制跨部会平台会议，确立工作内容。教练车很累。 前总教练邱大忠用证人身份应讯发声明澄清，点头只是礼貌向媒体致歉，不是已经知影假球的案件。检察官复审了后，17半暝啊，有零球员刘慧成加吴友珍各30万交保，现场县区组头分别3万甲6万交保，各限制自己。记者综合报道。 政治消息，咱要来关心的是，南北合是要用民调来决定总统大选的组合。有3个民调专家是昨起到马英九基金会来开会，预计伫今仔日早起，就是稍等一个10点的时阵，就会来宣布这个结果。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也佮有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甲郭文哲，今仔日因为行程的安排，所以未去记者会，是由幕僚去现场做确认。 马英九推荐的民调专家是政大政治系的主任陈略辉，也那国民党是派文化大学的新闻系的教授曾必忠，民众党派的是求真民调公司的总经理关志武。3个专家伫咧昨是去到马英九的基金会检视这个民调，这个会是一直开到半暝，还阁咧进行。 好，这个南北合伫今仔日早起就要来公布民调的结果。郭文哲办公室是有要求讲，爱甲双方的民调的资料咧全部拢送出来，才有法度进入后一阶段的协商。也让侯友宜是回应6项共识，其实已经讲了真清楚啊。也阁有民进党的赖清德，伊是讲着讲，其实这个拜习会已经有要求中国袂使介入台湾的选举，嘛袂使来拍台湾，所以伊是批评在野党用战争来恐吓人民。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就是，只要别不放弃啊，我们都不会放弃。郭文哲讲到支持者就后甜，法讲有信心郭后配会赢。那北合18要公布民调结果，决定总统大选的组合，团出民众党气势规个起来。郭办要求后办加国民党6点前爱传民调资料，互双方审查，以利后一阶段协商。同时，法讲期待专家用共识决，希望能够采用共识决的方式，不要采用这个比数投票，因为。马前总统所提出来的这个民调专家，他应该是见证人，而不应该参加这个比赛的投票。在当天，其实两党的主席在马总统的见证底下已经谈得非常的清楚了，
最后由3位专家来做判定。水到底吗？有没有可能跟国民党合作？会担心蓝白合影响郭董的选情吗？郭台铭是毋是替选副手罗贝下无加回应？侯友宜出席青年友约座谈，高边少年人的支持度，也讲有甲郭台铭保持联络。那被合3个民调统计专家，马英九是推荐政大政治系主任陈立辉，国民党是文化大学新闻系教授曾必中，民进党是推派求真民调公司的总经理管地武。17暗时3个专家开会前会讨论民调采用细节。既然是讨论蓝白合，那就应该用那个侯科侯配对上赖萧配这种民调来比较意义。详情还是要在我们3位专家来详细会谈，才有办法确定。民进党赖清德到新北中湖参香，讲到拜10会已经要求中国袂使介入台湾选举，袂使攻打台湾，批评在野党用战争恐吓百姓。台海问题不是过去两蒋时代国共内战的问题，这是已经是国际上的问题。赖清德呼吁选举关系选择国家方向，必须团结行入国际，袂使国行倒退，活伫个专制独裁的制度内。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甲发生什么款的大代志？咱做伙来关心报纸的重点。中国时报去年以2票的争差无选到乡民代表的叶高杰，申请重新计票所予人驳回，后来伊是申请实现。即马宪法的法庭是判决讲违反平等权需要受罚。今仔日开始，所有公职人员的选举，若是关票败选的人，若是符合选票伫个3%的争差，拢会当伫投票日后7天内来申请重新计票。联合报。癌症药物的这个发展无甲 NGS 的检测纳入甲健保，健保署昨开会得到第一波共识，以后肺癌也是面癌等等11种癌症的患者，若是有用健保的标配药物 NGS 有通给付，上紧伫个明年第2季就会上路。自由时报拍风雷的教练罗基贤，2020年是去中国甲人直接活动的时阵，所予中共甲买收，伊是用中国予伊的570万台票，甲12个国军甲退伍的军人全部拢招来做飞碟。台北地检署是以违反国家安全法等罪来起诉5个被告，甲予人扣入来的10个官兵。另外，咱要来关心的是，有一寡业者，伊是讲会当替人对国外来买正牌的化妆品，也毋过其实伊全部拢是伫中国仿的，甚至佫有人是甲真的甲假的全部拢揽做伙，结果来卖互人客。警方查到包括 SK2 等等18个国际的品牌，也查到2000多件假货，市面价值差不多有100万左右。即马专案是照违反商标法甲刑法诈欺罪来移送法办。SK2。玻璃总队进行记者通报，有不少业者伫网络伫卖仿冒的彩妆保养品。经过半年修正调查，将有伫台北的南港、甲新北的新店的仓库，超出仿冒的有名的保养品牌 SK2 这18彩妆的保养品，大约是2880件，起大约100万。本次警方所查获这批仿冒的化妆保养品，种类繁多，品牌也高达10余个，一般民众难以区分。这些来源不明、原料不明的化妆保养品在使用上恐有安全的疑虑。警方调查，不少业者是经由网络伫中国进口仿冒的彩妆保养品转卖，也过出货时有部分商品是原厂公司的正货，用真假难咧卖方式伫网络拍卖平台卖。有业者大部分讲是国外代买专柜公司的正货，也是台湾进口商这话来互消费者相信。若拄到消费者怀疑商品是假，仿冒业者会讲商品有报关单，也有进货证明，甚至讲要用妨害名誉来反告消费者。有效期限还有它的制造厂商，看是哪一个制造厂商比较有保障那样。我会看评论，就是如果很多人评论不错的话才会买。玻璃总地调查，不少业者卖的仿冒有名的彩妆保养品，像是口红也是气垫的粉饼，价钱毋若比市价较俗，甚至超过5折优惠。网络代买人讲，消费者若无想要买到假货，除了看这个卖的人的评论，也有2大指标用来参考。询问一下是否可以提供，比如说当地的购买证明或发票收据，价格真的就是专柜的价格会差很多的话，那就是要注意。通常不可能价格会低于7折或者是6折以下。
警方除了以商标法甲刑法早期罪甲不肖业者依上法办，也搁再呼吁消费者去品牌专柜在官方的据点去买，才好避免买到假货。记者综合报道。冰岛西南部的火山最近特别喷发，岩浆离这个地面干那800公尺尔。这一礼拜以来，地面已经落1公尺落去，甚至呢，逐工搁以4公分的速度咧落。即马为着安全，所以在地居民是全部撤离。冰岛的气象局表示讲，这已经歇800吨的火山开始咧活动，所以这款无稳定的现象可能会继续过60年。冰岛西南棉花市镇格林达维克就是开始开放予紧急撤离的民众登记厝来提个人的物件。有市区部分的所在地层落不去，形成的壁笋有的是真大坑，一定无法度予车辆来经过。为着安全，出入拢必须按照交通警察标志出来路线来行。安尼一来，真侪车拢塌伫入口的所在，也有人一等5点钟才久。Everything we do now since Friday is waiting, so. People just wait in a line like this every day. Can I go into my house or the area to pick up some things? Because we have a business there. That place is ruined. 火山滚烧岩浆离地表只有800公尺，敢若一礼拜城镇的地面已经落落去超过1公尺，每工也继续以4公分的速度来恶化。冰岛气象局专家顶礼拜5发现，伊嘛感觉真惊吓。涂骹的岩浆加岩石，避开距离有15公里。格林达维克的涂骹，敢若像一台客运列车通过同款。这样奇怪特别的景象，伫当代也毋捌出现过。There is still a flow of new magma into this crack, and it is widening. And this is causing ground deformation on the surface. Both widening of few centimeters per day, but also subsidence and vertical movements in the town of Grindavik, causing the possibility for fractures. And the possibility for an eruption, in my mind, remains the same. 位伫大西洋中央主要中的冰岛，因讲已经真习惯火山活动啊。欧亚邦地甲北美邦地互相分离，每年大概拢会离几啊公分。不过，对1973年以来，冰岛就无进行这么大规模的人员撤离的行动。专家警告，休眠无喷发800年的火山进入活跃期，这类无稳定现象恐惊继续几60年。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国内消息，咱要来关心的是，明年2月开始，政府就来针对这个住校内宿舍的大学生，每一个人逐学期拢会当补助5000块。这个政策打算要伫后礼拜4的行政院会来定案。有大学生甲这个长期关注税厝问题的崔妈妈基金会，因是拢真肯定这个政策，也毋过嘛建议讲会当来改善一寡大学宿舍的这个床位无够，也佮有品质无好的问题。车来去的台北市，侪学生上北读册，宿舍费用定是真大的负担。教育部表示，为明年2月开始，针对大专院校住伫校内宿舍的学生，每学期也通得到政府的补助。估计后礼拜行政院会会定案。每个学期是5000块钱的一个补助金额。好，那当然，如果说学校的住宿金额没有到5000块，我们就是补助到跟他的住宿费用是相同的。那另外，如果是低收、中低收等经济弱势的学生，每一个学期的补贴会提高到7000块钱。今年读世新大学4年的 Sherry 讲，以因学校每学期校内宿舍费用上悬到5万块来讲，这个补助通减轻学生真侪负担。但是，亲像世新大学就有宿舍床位无够的问题，通得到补助的人伊认为无济。因为校本部说的，我刚刚讲到就是比较贵，然后再加上名额又少，对，所以说其实我们班，就我所知有住在校内大一的时候有住在校内宿舍只有2-3成。长期关心税厝问题的崔妈妈基金会也指出，除了一寡学校宿舍床位无够，真侪学校宿舍也有老旧的问题，需要政府到改善。可能就是老旧啊，甚至漏水啊，
当时教育部他们是有笔经费的，那这个经费是可以让他去改善学生宿舍，但是变成就是说他们的那种成效是缓慢的。教育部表示，这个补助是针对住学校宿舍的学生，但是住校外的就会当去申请内政部的厝税补助。不过，社会甲崔妈妈基金会拢指出，有侪厝头家并无愿意互厝家申请厝税补助，惊互政府扣税。政府虽讲有好意，不过嘛是看会到，食袂到。记者郭文婷随台北报道。这条上新的消息要来甲大家讲了，这南北合作是要以民调来决定总统大选的组合。稳定的是预计今仔日早起10点的时阵要来公布结果。也毋过头拄啊，郭文哲的竞选办公室所发出采访的通知，因是讲暂按国民党来推派这个代表，是认为这误差的范围是6个8分点。也毋过民众党的代表所认为讲，其实这误差的范围敢若3个8分点尔，所以针对这个认定是无共识的，因最后无达成关系。小等一下，伫咧10点半的时阵，郭文哲会伫咧竞选总部来举办这个记者会说明。另外，咱要继续来关心的是这个高雄立委的这个艺术中心，因的大厅今年10月佮推出14条新的歌曲，有高雄角甲国角，逐工是轮流安尼放送，互民众会当亲像伫咧演奏现场共款听到这音乐。即马高雄嘛，成做亚洲第一个以这款方式来演出的城市。高雄内卫艺术中心传来高雄角的演奏，不过拢无表演者，原来声音是为喇叭出来。这是内卫声响的体验。这片场地比较集团规模，由65组喇叭组成，创造瓦镜舞台演奏的体验。每一个喇叭拢传出一种乐器声音，伫每一个喇叭背后拢有小解这是啥物乐器。现场的民众是听甲真凄悲。我甲徛喺正中去听，我感觉讲迄声音就敢若类似咱的迄个人演奏会，你徛喺正中咧听现场迄个感觉，我感觉足赞的。因为用这方法是我倒伊无看到的，我做改比较好听，声音比较流放，有比较声音比较大。内卫声响体验10月份时，佮推出14首新的音乐，是法国创作者甲高雄乐团、高雄国乐团做伙完成。这摆音乐版本的升级，国乐歌曲真特别。9首音乐是以台湾文化历史为主，这首《关自在》是所有歌曲内底唯一有人写唱歌的歌。高雄角甲国角逐工会轮流放送，若原音重现，嘛互民众免去音乐厅，就会当亲像家己音乐厅听乐团咧演奏。一般的艺术中心是看展览，来者是听展览，嘛互高雄成做亚洲头一个以这款方式展演城市。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台北的旧南门市场大楼经过4档的改建，伫咧拜四重新开幕咯。即马针对这个改建的成果，有一寡欢乐其实拢真满意。新的市场毋但是卡路变快，阁会当用数位的支付。也毋过，其实有人反映讲，其实这信号无啥偌好，所以有可能会影响到使用的品质。也那市场的主治会是来表示讲，已经有请业者赶紧来处理。台北的旧南门市场大楼有40多档的历史，自2019年启动4年的改建计划，自今年10月初7开始试营运到3个多月，然后伫这礼拜四重新开幕。就算讲到下晡2-3点人阵游观真多，新市场卡路毋若变快，单位嘛较大，物件拢通摆甲整整齐齐，方便人客景。市场的老单商嘛真满意。咱做了大家每一家店吼，拢足顺利的啦。我感觉这动线啊也好啦吼，冷气也好吼，交通的便利啊，拢比以前介方便，所以讲人客拢加足济。车位毋是无啥搞，是车道的问题。咱这人客迄种个车拢比大台，来的时阵伊就变讲还比较难开啦，就是说。请客人稍微见谅一下啦。南门市场历史真久，变到到年仔，一个民众都来到这买年菜、肉粽等等。为了要让市场转向现代化、吸引少年的消费者，南门市场嘛提供数位支付。但是有当商反映讲，市场内底信号歹，地区数位支付无法度使用。南门市场主治会会长表示，有请电信业者来处理了。三大电信公司伫咱内底吼，加强伊的信号啦。后礼拜就要入工伫咱就长线，应该是吼
种问题慢慢改善。市长主题会会长讲，针对其他的缺点，因会阁继续改进。目前有9成的大商拢对新市场真满意，而且市营运较大，人气一直拢在成长。若老主顾回来，也有侪少年家观光客专工来遮踅，伊嘛望市场会当变做台北的观光景点。记者卢尚如、曾俊佑台北报道。桃园大溪的开发是真早，所以除了各产业伫遮发展，即马咧，即个宗教信仰其实伫当地嘛是真有规模的。在地人是会组一个社头，逐当的旧历6月24来举办了境的活动，甲关圣帝君接受。这种以宗教信仰做中心的民间组织是流传1世纪遐尼久啊，即马也真做是大溪上重要的特色。今日下晏7点半，青春咱的网特别带大家做伙来感受这款文化精神。还有敖标饼，你这个谁的？它是这样。桃园大溪社头的文化是英国古早人一步一脚印留下来的历史，嘛是在地人一种对宗教信仰虔诚的表现。流传几百年，大溪囡仔即马同款要继续行落去。阮这群少年啊，就是想讲，互新教愈来愈好，互大家拢愈来愈接受这新教。了解这个文化，社头的代志甲厝的代志是同款的啊，厝的代志爱做啥，伊就是做啥啊。文在神，伊行路吼八节，较优秀安尼。老师，他秀气是因为脚的关系。对。为着要推广社头的文化，平安社甲地方商款协会合作，结合导览的活动，互游客认捌社员因日时的工课，还有地方的产业，嘛当透过体验新疆雅典的辛苦，互更较侪人了解社头文化真正的内涵。那这几年大溪其实社头每个都在做教育推广，教育推广的方式就是用将军体验营，不但可以推广这个文化，也可以帮商圈带一点商机进来。看这个囡仔咧做，真是感动啦，对啊，因为这嘛无薪水好领，大家拢爱开时间伫遮做。即马大溪社头文化已经唔是传统，唔是老文化名词的代表，在地少年人用行动、用创意。甲社头的活动结合相款导览的行程，甲社头文化结合文创商品，一项拢在现新世代呈现的方式。这嘛是大溪少年人用心传承社头文化精神的象征。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天气如何？天气报你知，带大家做伙来了解。北部地区12到19度。中部地区是12到24度，南部地区12到25度，东部地区是12到22度，外岛地区12到22度。以上就是这则台语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